想象一下，即便你做對了所有的事，公司市值仍在一夜之間蒸發了1500億美元。大多數公司會因此倒閉，大多數 CEO 也會引咎辭職，但李小東沒有。在這段視頻中，我將向你揭秘一家公司是如何利用 Free Fire 這款遊戲作為高速提款機，去資助一場歷史上最具侵略性、最昂貴且最成功的電商霸權爭奪戰的。看完這段故事，你就會明白蘇 P 是如何利用無限插件擊敗對手的。你也會看清那場瞞天過海、重創阿里巴巴的特洛伊木馬戰略。而最重要的是，你將了解到在資金枯竭的生死關頭，究竟是哪一種領導特質拯救了他們。2009年，如果你走進東南亞任何一家潮濕、霓虹閃落的網吧，從雅加塔遍及馬尼拉，你會看到成群列聚的青少年蜷縮在顯示器前。他們當時在玩英雄聯盟或 Dota， 但他們使用的並非硅谷巨頭旗下的平台，而是 Garena。在這場風暴的中心是李小東，他畢業於斯坦福大學，擁有 MBA 學位。眾所周知，當年史蒂夫·喬布斯發表那場著名的求知若渴、虛心若愚演講時，他就在台下的廳中席中。但李小東意識到了一件大多數科技創業者都會忽略的事：數字世界被劃分為現金奶牛和燒剪機器。想要建立一個帝國，你需要用奶牛去供養戰火。Garena 是極致的現金奶牛。起初，他們只是分銷商。他們將西方公司開發的遊戲引進，並鉗對東南亞破碎且複雜的市場進行本地化。這是一門好生意，但船稱不上是一個帝國。直到 Free Fire 橫空出世。Free Fire 的策略堪稱一場心理與技術准入門檻的教科書級博弈。當絕地求生或堡壘之夜等競爭對手船需要昂貴的高端智能手機和海量流量套餐時，Garena 專門將 Free Fire 設計成即便在土豆機上也能運行，也就是新興市場大眾普遍使用的那些廉價低端機。它佔內存少，運行速度快，且級度令人上癮。這創造了被我稱為無限插件的模式。在遊戲領域，一旦代碼編寫完成且服務器上線，增加一名用戶的邊際成本幾乎為零。然而，這名用戶花費$2購買一個電子撐械皮膚所帶嚟的邊際收益，卻是純利潤。到2017年，Garena 不再僅僅是一家遊戲公司，它簡直成了一台印鈔機。但接下來的部分將徹底改變你對商業的認知。李小東並不想成為下一個任天堂，他利用遊戲業務僅僅是為了積累巨額儲備金，從而投入一場更加危險、更加殘酷的博弈。到2015年，Garena 已經坐擁數十億資金，但李小東深知遊飛行業是有天花板的。潮流會變，年輕人終究會找到新的愛好。他想要掌控每個消費者的日常生活，這意味着他必須進軍電商。蘇 P 就此登場。當時東南亞電商市場的勝負看似已定，該市場由萊西特牢牢佔據，而其背後則是擁有無窮財力的阿里巴巴。所有人都告訴李小東他來得太晚了。從理論上看，蘇 P 本該在6個月內就夭折。但蘇 P 擁有一件秘密武器 ，Garena 的銀行賬戶，這就是我們所看到的交叉補貼的力量。如果你理解了這一點，你就會明白為什麼蘇 P 能夠做出那些在財務上看似自殺的行為。蘇 P 以一種破釜沉舟的姿態殺入市場，他們提供不設門檻的免運費服務，並狂殺巨額折扣。他們發起的營銷活動簡直讓人匪夷所思，比如僱勇士羅跳一段尷尬的舞蹈，或者讓成龍為9.9大促助陣。他們每個月都在燒掉數億美元。對局外人來說，這看起來像是一場災難；而對於阿里巴巴支持下的萊西特投資者而言，這更像是一個走投無路的初創公司在試圖集展賣人心。但這是蘇 P 刻意設計的愚蠢玩家形象。
他們之所以敢於表現得如此愚蠢，是因為他們是市場上唯一一家不需要靠電商業務嚟賺錢的公司。每當巴西、印度或印度尼西亞的孩子在 Free Fire 中購買一頂電子帽子時，那筆錢就會被直接轉化為一張物流代金券，送達到泰國一位正在 Shopee 上購買洗滌劑的家庭主婦手中。當 Lazada 船在追求企業化和高效率的時候，Shopee 走的是草根和補貼路線。在其他人仍專注於電腦網頁端時，他們率先推行了移動優先戰略。他們為每個國家打造了不同的應用程序，因為他們意識到越南購物者所追求的體驗與馬來西亞購物者完全不同。這種由遊戲收益支撐的超本地化戰略，讓 Shopee 徹底扭轉了局面。到2020年，當年的挑戰者已經成為了領頭羊，但無限刷剪插件也有其陰暗面。如果這個插件被修復了，會怎樣？2021年，世界變了。後疫情時代的科技泡沫破裂了。曾經為不惜代價換增長而歡呼的投資者，突然開始要求不惜代價換利潤。接着，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2022年初，印度政府 Shopee 潛力最大的增長市場，突然以安全擔憂為由封禁了 Free Fire。幾乎在一夜之間，這台提款機卡住了，資金斷流了。母公司現更名為 Sea Limited 的市值遭遇慘劇，其市值衝超過2000億美元的巔峰暴跌至近淨300億美元。他們蒸發了1500億美元的價值，這比大多數傳統公司的總市值船要多。Shopee這個燒錢怪獸依然處於飢渴狀態，但負責替他買單的郵輝大哥卻住進了醫院。這就是99%的初創公司折戟沉沙的時刻，這也是這段故事真正的寓意拉開序幕的時刻。李小東沒有躲避，他沒有怪罪市場，相反，他強迫整個組織去擁抱他所謂的受苦的能力。這是一個你需要牢記的術語，他指的是一家公司為了明天的生存而忍受今日極端痛苦的能力。李小東向數千名員工發送了一份900字的備忘錄，這並非那種我們做得很好的常規企業官話，而是一份戰時宣言。他宣布，在他和整個領導團隊實現公司自給自足之前，將停止領取薪水。他取消了所有人的商務艙差旅，砍掉了辦公室的免費午餐計劃，並將每日餐費限制在30美元以內。他在一夜之間關閉了Shopee在歐洲及數個拉美國家的業務。他本質上是在不打麻藥的情況下，為自己的身體進行手術。他必須向世人證明，即便沒有 Garena 的資金輸血，Shopee依然能夠獨立存活。這種轉型是殘酷的，數千名員工被解僱，那些深受消費者喜愛的巨額補貼、免運費和5折優惠券開始消失。批評者們篤定，一旦殺剪停止，客戶就會流失。他們認定Shopee不過是一座建立在遊戲收入基礎上的紙牌屋，弱不禁風。但他們錯了。在 Garena 資金支持下飛速增長的那幾年裡，Shopee不僅僅是買來了客戶，他們還建立了基礎設施。他們打造了足於自己的物流網絡 Shopee Express。他們已經滲透進用戶的日常生活，變成了一種習慣。正因為他們在資金充裕時進行了過度投資，他們挖出了一道深不可測的護城河。即便後來Shopee停止了燒剪，競爭對手也難以逾越。到2023年底，不可能發生的事情發生了。Sea Limited 報告了公司史上首次年度盈利。Shopee這個曾被所有人斥為無底洞的業務，終於實現了自給自足。他成功完成了從受補貼的初創公司向盈利巨頭的華麗轉身。但故事到這裡並未結束。如果你認為李小東更近滿足於遊戲和購物，那你就忽略了這座帝國的第三大支柱——星號現常被稱為星號或其整合品牌。如今，C Group 正在步入其野心最為濃大的階段。
他們正致力於成為東南亞的數字銀行。他們不再滿足於僅為了一個電子皮膚或一雙新鞋而收你的錢，他們船想保管你的存款，為你提供信貸，並處理你的保險業務。通過整合你玩遊戲的數據 Garena 和購物的數據 Shopee， 他們對你信用狀況的了解程度比任何傳統銀行都要深刻。2025年，李小東告訴他的團隊，人工智能是足於我們這一代的個人電腦時刻。他現在正將公司的整個未來押注在也有動的金融業務上。他堅信，通過為東南亞數百萬無銀行帳戶的人群提供自動化的銀行體驗，C Group 的市值可以達到1萬億美元。引起來像是一個大智若愚的夢想，不是嗎？但請記住，他們以前就曾做到過。那麼，這段故事對你而言有什麼啟示？首先，受苦的能力是你最終的優勢。在一個快剪充斥的世界裏，每個人看起來都像天才，但當潮水退去時，真正的贏家是那些能夠對自己狠下心、快速行動並忍受眾組痛苦的人。C Group 能夠幸存，是因為他們沒有等待市場嚟拯救自己，而是完成了自救。其次，交叉補貼是一種戰略超能力。你不需要在所有領域都做到最好，你只需要擁有一頭現金奶牛，讓你有資格在另一個更大規模的市場中充當那個最愚蠢的玩家。等到你的競爭對手意識到你並非真的愚蠢時，你已經佔領了市場。第三，超本地化勝過全球規模。阿里巴巴雖然是巨頭，但Shopee贏在他們意識到東南亞並非一個統一的市場，而是10個。他們為本地用戶而建，由本地的遊戲習慣提供資金，並通過更貼近地面，在執行力上超越了全球巨頭。現在，當你看到那個橙色的Shopee圖標，或者看到車上有孩子在玩 Free Fire 時，你看到的將不僅僅是一個應用程序，你看到的是一場耗資1500億美元戰爭留下的遺跡。你看到的是一台遊戲提款機資助並建立起零售帝國的最終成果。李小東保持着飢渴，也確實保持着愚鈍。但當所有人都準備埋葬他時，他也頑強地活了下來。問題是，如果你的無限刷剪插件在明天失效，你是否有足夠的受苦能力，堅持到贏得勝利的那一刻？既然你已經了解了這場電商爭霸戰背後的秘密，你或苦愧好奇，他們的競爭對手將如何反擊，又或者這個全新的試問銀行是否真的安全？但那是下一段視頻要講的故事了。現在，請記住，資助夢想的最佳方式是找到一頭永不眠的現金奶牛。